日大年初二，祝大家年年有餘。大年初二我哋嗰邊就要行親戚啦，我知道老公都冇俾過咩靚嘢俾外家奶咯，今日整個豬手一刀煎肉睇外家奶。回外家個風都係甜噶，慶幸自己冇有現假，先冇講幸冇幸福，起碼我好知足，因為我個屋企人我一想見隨時都可以見得到，一回到屋企就見到我細琴喺廚房裏面忙忙碌碌啦。我媽經常都講，我細佬可以攞到我細琴，係我哋屋企祖墳冒煙啊！今日我又嚟露一手，嘿嘿。諗當年嘅朝頭佬第一次去我屋企，一飯都冇敢食飽喎。依家使用好食，其實頭先準備開飯，生得靚個曹果腿哥。老闆，這生蠔多少錢一個10塊錢一個。10塊錢啊！你是奸商哦，奸商嚟的。喺我哋湛江春節，點可能少得到生蠔呢？你睇我老太哥裝頭都攞得老婆到。所以講你哋生得頭光面靚嘅冇使狂啊！食得差唔多嚟，準備回屋。過年行親戚，拼嘅係有車有房嗎？冇係，係睇邊人生得多啊！你睇，收話滿滿嘅一日。